Hello， 我係物理治療師邱宗榮，今日會教大家做一個家居運動去對付退化性膝關節。第一個運動係叫做後大腿拉伸運動。首先我哋將有問題嘅腳伸直，另外一隻腳曲起，然後將上身慢慢向前傾側。呢個時候後大腿有拉扯嘅感覺，定住喺度30秒，3次一組，一日做2至3組。小腿嘅拉伸運動，揾一埲牆，前曲後直，有痛嗰個腳放喺後邊。呢個時候小腿有拉扯嘅感覺，定住喺度30秒，記住前面膝頭哥唔好過腳尖。30秒，3次一組，一日做2至3組。四頭肌強化運動，首先挨住埲牆，隻腳慢慢少少分開，然後慢慢沿住埲牆上落去，膝頭哥大概70至90度，定住喺度20秒，20次一組，一日做2至3組。臀中肌嘅強化運動，拍住埲牆，然後將橡筋帶放喺腳踝上邊，跟住有問題嘅腳打開，大概10至20度，定住喺度20秒，20次一組，一日做2至3組。臀大肌嘅強化運動，我哋扶住埲牆，然後將橡筋帶放喺腳踝上邊，將有問題嘅痛腳向後舉起，大概10至20度，定住喺度20秒，20次一組，一日做2至3組。小腿強化運動，扶住埲牆，然後趌高腳踭，定住喺度20秒，20次一組，一日做2至3組。最後體重控制都好緊要㗎 ，BMI 少過25，個人輕啲，膝頭哥都舒服啲㗎。想知多啲物理治療點幫到你，記住 follow 我啦，拜拜。